台东县最近大白石溪在大出，市场一斤卖到110块，算是高级水果。台东县就传出讲有石溪红头鳗一暗就损失400-500斤哦。警方已经成立护告专案，要来加强巡逻。这个三分地是种大目石溪，石溪果农已经土地啊，准备要搬起背。因过农民一透早去过境园所发现，真侪石溪落雨擦啊头地去，连还未熟的石溪也被捡来落在土骹。农民讲，一暗就被偷地400-500斤，而且因正粗鲁，果子树拢互伊伤着，实在有够受气。这拢还未熟啊，阮是对头家甲搭，啊伊紧张啊吼，伊可能就是家咧就行嘛。农民讲，正躲过风台灾害，为规丛果子树只敢剩10粒，怎么互擦啊头地甲剩2粒？而怎么石溪行情好，农民开钱开时间照顾，一暗就损失2-3万。那这个果子园附近有其他果子园被偷摕，农民已经报警，台东警方讲已经成立护告专案，会加强巡逻。我们的亲戚在上面聊天，小偷在下面偷。我们的亲戚发现到了，去到现场的时候，小偷还来不及把4家载走。本分局启动护果专案，在重点产区加强巡逻密度，并主动走访产区所在之果农及里长，建立及时通报机制。另外，伫绿岛也传讲有一个金蕉园，金蕉树雨擦啊错甲倒来了，才甲金蕉偷摕走，互农民真受气。怎么活年啊？警方讲除了加派警力巡逻，农民也当装监视器加感应式的电火来吓惊擦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